你好啊，我係維美方美容痛症中心嘅客服主任，請問有咩可以幫到你啊？你好，我塊面最近好乾重，有少少泛紅，想問下你們嘅保濕面部護理適合敏感肌用嗎？我哋嘅保濕護理有專為敏感而熱切嘅產品，可以舒緩泛紅，幫你皮膚補水。你想了解多啲詳情，定係想預約個時間上嚟睇睇？想了解下呢個敏感肌保濕護理嘅具體流程係點樣？大概要做幾耐時間啊？流程大概係先做清潔，再用溫柔嘅去角質，跟住敷保濕 mask 同導入精華，全程大約1個鐘度。你想唔想知多啲產品嘅成分？產品成分有冇含酒精同香精啊？我對呢兩樣好敏感。放心，我哋呢款護理完全冇酒精同埋香精嘅，係專為呢種敏感皮膚設計嘅。仲有冇其他成分你想確認下？咁呢個護理嘅優惠價係幾多啊？如果合適，我想預約聽日上午嘅時間。而家做緊首次試做優惠，價錢係380蚊。聽日上午你想約幾點？我幫你睇下有冇位。聽日上午10點鐘得唔得？呢個優惠係咪只適用於首次體驗啊？聽日上午10點有位啊！個優惠係淨係適用於首次體驗嘅客戶。你係咪第一次嚟我哋中心啊？如果係嘅，就幫你預約咯喎。係啊，我係第一次嚟，咁幫我留李小姐個名啦。好，咁就幫你預約聽日上午10點做保濕護理啦。到時見。如果有其他問題，隨時揾我啊。好的，到時見。到時見啦，拜拜。